安平期间原本2条导流堤，每一条长160公尺，宽2公尺外，大约4层楼高。不过北堤部分沉入海中，目前只剩南堤。安平居民对南堤建堤89年开始，每一档拢会举办庆生会。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我们现在只留下呢这个南岛流堤呢，让我们追随。那现在呢，已经到现在已经有85年了。那我们台南市这个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都是面向的海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利用3月23号来为南岛流堤呢做一个庆生。今年4月23日，大家嘛用歌唱、演奏、讲愿望以及点灯等方式来为海上市电古迹过85岁生日。南岛流堤85周年呢，它代表的就是安平港开港近100年来，我们为安平古迹过的生日的一个开始。我们从80周年呢，我们就在为它庆生。然后我们就会因为南岛流堤是安平渔港安平海边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海上市定古迹。那我们做完了这个活动以后呢，我们就为了安平灯塔4月1号的安平灯塔生日也做活动。据了解，南岛流堤是安平港对国际港变成渔港的重要指标，加上迎接台南400档，希望借此互更较侪人做伙重视安平历史。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